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唐家灣單車遊。今日踩單車去食一間湛江白切雞非常出名嘅餐廳食飯。提起湛江白切雞，喺珠海玩開嘅朋友應該都估到邊一間。佢喺珠海總共有4間分店。咁我哋踩單車梗係去最遠嗰間啦，可以測下公里數，消耗多啲卡路里。咁而家過去青茂同各位集合先。行程正式開始之前，更新一下最新嘅資訊先。經過上一次單車旅行之後，而家累積公里數達到3700公里，距離今年嘅目標5000公里，剩翻1300公里。咁我喺12月份打算參加一個4+2嘅單車活動，去廣州嗰邊踩單車探索一下，再加上日常踩單車嘅記錄，餘下嘅1300公里應該都可以喺今年之內完成。今日好開心，有一位新朋友一齊出嚟踩單車。對上一次有新朋友已經係大半年前啦。雖然我踩嘅係公路車，但其實我個速度係好慢㗎。今日新朋友就係踩摺車嘅，唔使因為擔心踩摺車速度跟唔上啦，冇所謂㗎，一樣都可以跟到我㗎。今日出門嘅時候有落雨啊，所以見到地下仲有少少濕。而家已經冇晒烏雲啦，可以睇到個天係非常之靚。你呢度變咗，睇下先嚇。隔離木板車，木板車。情侶路呢段路，我已經有大半年冇嚟過啦。呢個環境，呢個舒服嘅節奏，沿路都可以見到好多單車友喺度踩單車。輕輕鬆鬆踩咗20公里啦，而家嚟到雞山村，前面就係唐家灣。到啦，今日過嚟唐家灣分店，就喺呢一堆公寓樓下。
28公里。今日個行程睇片都見到啦，都係一個好輕鬆、好舒服嘅節奏。踩20零公里食飯，之後再返去。今日食飯個地方環境非常舒服，衛生非常乾淨，食物味道同埋品質都係非常好。我哋4個人總數218蚊，每人除返都只係55蚊。唔係因為我哋食量細，所以先食到咁平，係因為佢個價錢同埋個分量做到個性價比真係好高。其實佢仲有一個10蚊特價菜，蒜蓉粉絲蒸沙蜆。不過當日沙蜆啲貨唔新鮮，所以就冇得賣啦。不過都唔緊要啦，因為佢整體出品都係非常優秀。招牌白切雞108蚊半隻，可以雙拼。喺白切雞個外皮塗上一層香油，金黃色個外皮睇到已經係非常有食慾。雞皮 Q 彈，雞肉嫩滑，再搭配薑蓉，令到整體個味道提升。豉油雞都係一樣，搭配翻佢個蒜頭豉油，味道鹹鮮，都係非常好食。好耐都冇食過咁好食嘅餐廳啦，呢一間都係值得推薦俾大家。今日踩單車就到呢度結束啦，下一次踩單車再見。